多谢美心丹老师呢，扫过台湾，有台湾王爷宗庙之称，这个台南南军新大天府呢，灾情惨重。那庙埕淹水，这个菜几啊10栋的这个菜楼嘛，倒去12基这个烟雾器的大条呢，浸伫水内，参拜民众甲附近的居民拢真感叹。 天顶落大雨，工作人员抱神明，敲锣弄鼓，准备到宫庙挂香拜拜。不过水已经淹到脚肚，寸步难行。这是台南北门南昆新大天府，那庙埕淹水，规个牌楼拢扣风台扫倒。这个牌楼在这里矗立40多年，而且是找来国宝级大师来设计，花了4亿所打造的。但是您可以看到，现在因为这个台风的关系，整个被吹垮，连石基座都和这个台面分离了。很可惜，他们说那个都是全部是台湾块木的，很珍贵的那个。 古建筑的。昨暝丹那斯风台伫咧嘉义镇了，严重损害南台湾，其中全台南面积上大、历史真久，嘛是当地信仰中心的南昆新大天府算断甲上惨重。牌楼桥吹倒在地，12基烟雾器、大烟条全部拢倒伫咧涂骹，浸伫咧水内底。过去壮观的模样，即马变甲真凄惨，民众拢讲伤贵喊。风顺透啊！恁昨风透到什么程度？昨哦，10几级袂哦，算叫。唔捌拄过遮恐怖。唔捌啊。太子。那南昆新大天府台南新营太子宫真大身的太子雕像，嘛叫吹甲当做两块，信徒拢着真惊。虽然宫庙毁损，不过好哩家在有神明保庇，和民众会当平安度过风台天。 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林依文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。